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安尼好好运动了。今日一梅老师带大家做乜个瑜伽呢？一梅老师搞瑜伽31年呢，做全部运动呢，全部瑜伽动作都是有传承呢。今日一梅老师呢，带大家做数字的动作。那数字啊，人讲双手是万能的，每一条数字神法。灵活的法哈，你看啊，中风的人呐，也係講生病的人呐，有乜個病痛的人，佢數字硬高起嚟，冇辦法停通。故說鄉親朋友，大家坐放起來，不管你坐定看電視也好，這個企定也好，你隨時隨地行到哪，你就做可以做喜馬拉雅瑜伽傳承的手。嘅安尼數安尼動作哈，然後你看哈，後面有10隻數字條，哈，你看你當日哈，你當日放起來也好，你有喊，哈，任何時候行到哪做到哪，第一你都記得了哈，人家數安用嘅神法，你做數字條嘅動作哈，你看哈，呀數字條你翹起來，哈，安尼向上。一隻嘅數字條，安尼辦哦，安尼辦比神法，嚇，個攞佢拗下來，拗下來。鄉親朋友聽下做哦，唔好用看聽聽嚇，用看嚇唔會健康。人講健康當重要，大家就講健康當重要。問題係人要為自己嘅身體嘅健康付出時間喎。嚇，你看電視忙看忙做啦。好，看下停做哈，然後1隻數字、2隻數字、3隻數字、4隻數字、5隻數字，先按嚟拗，好拗放起來先咧，然後佢彎放起來，好按嚟撐開，然後個同大家講，按嚟撐開些哈，你平常坐上來，你深深的吸口氣，好吐氣的時候，你就用力。將你所有的注意力哈，你所有的專注注意力，變到人數字頭，好，你是感覺哦，你按酸樣咯，按酸痛，按酸樣，好，你有感覺嘢，個頭一下去，好，不用輕鬆，個做落去，好，拗放起來，拗放起來啊，瑜伽哈，然後所有的運動冇共用的地方哈，就是停留，停哈，其實有時間哈，比活化佢個細胞，哈，比佢個安尼筋頭啊較柔軟，哈，你從下來做哈，你做10多耶，哈，然後佢撐開吸氣。當享受當感謝安尼數啊，冇數，乜個事情做唔得，做煮飯，做唔得煮菜，做唔得做頭路，做唔得賺錢，知嘛？嚇，你聽你到玩，嚇，然後你同樣一頭深呼吸，吸氣，嚇，吐氣，不用享受，嚇，3。做數字的時候啊，最重要，你心嘅當重要，你感謝，你數啊，哈，然後不能做很多事情，哈，過來個4，哈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10多。做好嘢，不用下來，不用輕鬆哈，個安尼，好甩一甩，哈，鄉親朋友要數哈，當重要，數字當重要，太感人哈，當忽略哈，就知道講，哎呀，當日用記哈，當日安尼做當基本做當多些，當多條路，你就唔記得講佢嘅重要性。哈，故所呢，NT 的動作哈，就係愛留記哈，彎開來，當然算哈，老人家咩嚇唔係老人痴呆咩？說1、2、3、4、5，哈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哈，過來哦，哈，就數目字咩哈，咩增加你嘅頭腦嘅記憶咩哈，來1、2、3、4、5，哈，6、7、8、9、10，
好，做好嘢哈，俺就可以让佢撑开哈，记得啦，透气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当舒服的哈，吸气可以营养俺的滋养俺的内脏咩哈，吐气的时候不用轻松，好，俺就让佢弯起来，过来啊，俺啦，玉米老师够让我呼吸吧，不能做到。个手指头动神法，个动血管哈，好过来啊！撑莫小看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将末梢神经当动重要，魔术乜个就做唔得啦，错嘛？过来啊！莫看看唔起小动作，也做乜个瑜伽呢？呀，瑜伽当重要，也系利用前2年哈，喜马拉雅瑜伽的传承哈，教做末梢神经的手指头的通照。好，做好嘢，好，差唔多，做到顺样咯。做手指头，做有顺样的感觉。你感觉做命命冇乜个好。好，你做到顺样，好顺样嘢，做好甩一甩，好天通啊。坐到旁边方啊，好行路啊，等公车啦，去公园散步啦，你就做下头动作。好，做好嘢，好听你，做下，好手腕。讲妈手啦哈，当然哈也手腕也有关节，关节哈也关节的气哈有影响12条的经络，手有肺经、心包经、心经哈，有个大肠经、三焦经、小肠经，手的12条的经络哈，就要从手指头开始，入到内腔。好，假使讲人家系食到嘢，身体有问题啊，大部分就同都关节开始出问题，是嘛？故说呢，有妈手啦，哈，有网球肘啦，有一条关节的问题，哈，所以从关节开始哦，也系手指神法过后以后，你看到哈，也系开始用手强的哈，轻轻握拳，用转哦，用转，耶，好，转圈圈哦。好，你做嘢相信朋友，做运动嘢，做瑜伽嘢哈，管很多人效果好冇，做到人嘅专心。人家做手腕的时候呢，做手腕的运动，你全部的心放到手腕上，好，你做安尼，你的心全部就放在。你假使讲手动酸呢，你一只手，好，人嘅手掌哈，然后人嘅安尼。给呀手肘托着哈，那安尼1、2、3，乡亲朋友，向下走哦，要向下走嘛，莫浪费时间哦。差不多10度以后，记得咯，反方向哦，由右片开始，做由左片开始哈，1、2、3，乡亲朋友，睇起家做到当好哦，有吃到顺人嘛，有吃到啱高嘛。你做好嘢呢，你就会知道个哦，手指头就较神快了哈。尼10度以后哈，不用享受，好，都不用享受。你吃到顺嘢之后，记得哈，甩手，动一动，对身体好的动作，对身体好的方法哈，追赶、跑、跳、碰，全部做一做拍打啦、按摩啦，全部做一做哈。故说，你看安尼，过后做10个手指头撑开，好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也反方向咯，你去甲酸哈，你去甲酸给得到。总要主要同乡亲朋友讲，你做嘢哈，有感恩的心哦，感谢耶稣哈，然后你做按到头路，做按到西，然后耶稣啊变到动神法哈，你说安尼慢慢的转，你当你去转去哈，耶稣的个舒张的气哈，就可以经络就会入到人的内脏。有一个安尼中医师啊哈，有当好的中医生，伊人啊讲哈。玉明老师，你搞瑜伽业，记得老人好常爱讲，手腕、手掌，全部身体动重要的末梢，然后佢转，然后佢神发气，嘅气脉哈，就会入到人嘅内腔哈，哈，就会给安尼人气脉通畅，身体就会健康嘛哈。记得我各位做撑开来哈，
一个是安尼手掌是握拳，一个是撑开。最重要的就是拉佢转，拉佢转，转到成发。右片开始就右左片开始哈，安尼转，安尼转。好，你自己算差不多正转10圈，反转10圈。好，做好去的呢就2只数。好，你就是当向数讲啊，你就可以木住10点来讲哦，向数拿个手掌，好，用来用神法，唔能老人数讲法哦，唔能老人数讲所有的能量，所有的爱，好，爱关心佢，好，照顾佢，好，慢慢的安尼做，好，安尼做松，做好去记得安尼甩手，好，各位玉美老师呢还有个秘方哦，给你有带。嘅安尼按摩棒，唔講係64歲數吼，還唔可以講按這啦吼，還講嘅吼。其實裡面啊，當注重嘅起碼嘅血液循環。故說你可以不用人腳方，吼，你看吼，你做安尼按摩，用人嘅按摩棒，你凊彩用一支按摩棒，吼，你就可以安尼，不用人頂嘅方啦，不用面床方啦，吼，不用到人嘅腳趾頭啦，腳方吼，安尼按摩，好，嗰個係飲嘅素，嗰個係安尼，好，安尼鬆啊，你就會知道講順陽呢，有順陽的感覺哈，就是本血液循環嘅哈，這上面按摩噶哈，記得啦，有素做素2片，好2片就安尼，好，一隻素嘅哈，愛護它，照顧它，好，拉佢講按姿勢哦，人素本來做按多嘅事情哈，安尼按摩，好，最後也。玉美老師老太講嘅手掌咧，嘅安尼手指頭按重要。記得啊，鄉親朋友，好好嘅哈，當然愛護它安尼做啊哈。好，一下按呢放輕鬆，按做深呼吸一下，按歇困撩一下。鄉親朋友，又到安尼玉美老師瑜伽時間了。今日呢？玉美老師教大家做乜嘅運動呢？講運動吼，大家人嘅觀念就係安尼動態嘅動作啦，安尼天通啦，嚇，做一個起舞背啦，用嘅安尼跳通啦。玉美老師嘅瑜伽呢，係行到哪做到哪，電工廠咪做得，可以公園散步咪做得，豆腐卡哈，閒唔會無聊哦。為健康哈，負責任，就做從數嘅關節開始哈。好，一節呢，玉美老師老大家講手掌，你看哈，有當人哈，手掌手上啦哈，炒菜啦哈，安尼拿療產哈。做事情啊，打球的啦，哈，做迄呀，哈，安尼網球做哈，也安尼手掌也伫咧手上。故說呢，玉美老師呢，教大家呢做安尼喜馬拉雅瑜伽的傳承的瑜伽，哈，做迄一種從大概關節開始哈，做一個神法的運動哈。玉美老師就來教大家講，樣嘅做呀老呀，安尼手掌哈，神法。好，唔會講硬膠啊，唔會順通。大家哈，鄉親朋友有發現講，大家生病的時候身體有問題，一定係關節，好，咩手掌啦，就手肘、手腕、肩頭啊，也都全部關節的問題出現。嗰時候也哈呢，玉美老師強大家，鄉親朋友強下來做，唔好浪費時間咯。人手不用多呀，好，人家手呢，輕輕的握拳，強的，好，握拳不用多呀，手掌來。好，不管坐到旁邊方啦，坐到餐桌方啦，哈，你說呀，哈，扶電去哈，強的轉圈的，好，你向左邊，向前面，向右邊，好，慢慢的哈，配合呼吸啊，吸氣，好，你可以摸住，好，眼睛閉起來，你向數兩個手腕哈，轉運動哈，哈，像我個脊椎老師啦，我個印度老師啦，東島先生，全部。有傳承那個上師啊，就讓我哋講，哈，做圓形的運動，做圓形，嘛個哈，你關鍵呢，做在向左邊，向前面，向右邊，做圓形的運動，按你轉，哈，然後佢成法，好，順時針，哈，向右邊行，好，然後反方向啊，哈，來看耶，好，慢慢的轉過來，你看哈。向右邊去哈，你會知道一邊有扭多的感覺哈。向前面，向左邊，
好，再来，好，你去甲酸哈，你都不卡作业哈，作业抽张来，莫安尼，莫弯腰驼背哈，安尼哈，人希望哈，就唔会多内脏，那抽张来，好，抽张来。冇人人讲，哎呀，我做动头运动啊，我去慢跑啊，去公园啊，做嘛个跳舞。本人可以来去弯腰驼背，人可以做冇健康嘛。好，人嘅希望咪唔会高。好，故说人种首长做嘢来，端身正坐，抽张来哈。好，做好嘢，好不用享受，不用享受。记得咯，甩一甩手，停通啊。個人溫書咯，嚇，向樣人書不用多呀，也就通常咧係喜馬拉雅有傳承咧哦，嚇，唔係因為老師青菜分明咧，喺頭擺嚇印度嘅時候有嘛，伊也都嚇嘅醫療當落後，嚇，不平嘅啊，生病也都嚇，有乜關節炎嘛，乜個偏痛，冇醫生好看啊，冇醫生好看用嘅啥做瑜伽，嚇，主要安尼傳統嘅動作，好，安尼轉，然後安尼轉咯，轉安尼關節。鄉親朋友，也個當簡單從喎，問題係唔肯做嘛。要做才有能量，要做才會健康，要做才會快樂哦。好，記得咯，玉梅老師呢教31年瑜伽，今日呢老大家分享嘅，好教大家做嘅瑜伽。關節與腺體嘅瑜伽，就係所有嘅瑜伽嘅精華。嚇，你就聽聽做唐玉梅老師講，嚇，你地頭裏嘅，你就會用心嚇，會用心嚟去做，嚇，不用做好嘢，嚇，不用享受，嚇，甩一甩，嚇。你假使講，你也係硬教嘢嚇，安尼拿咩不通，嚇，出力咩不通，你搬東西咩磨力，嚇，你一天到也成法。好，人家最基礎嘅哈，安尼轉起呢之後呢，安尼數哈，你看哈，純粹去從呀，哈，輸入來，哈，變到後背，哈，轉到呀，哈，個轉來，這個加強哈，加強版嘅哈，看到啦，看玉梅老師做啊哈，輸入來，哈，個轉到後背，還有嘛，那個數長啊，一做嘅。360度嘅圓形運動咩？有冇？啊，佢個轉過來，一日哈做10多，哈，向後背轉來，哈，一個動作咩？係愛嘅印度嘅藏傳佛教啦，哈，嘅禪修老師啊，哈，嘅也都做嘅氣脈明點，講下都氣脈明點，一樣嘅老嘅那個氣脈哈，送到人嘅內臟。啊，你有心肝脾肺腎，有心臟啦，有肺臟啦。你看，前2年、前3年呢，那個安尼疫情的關係咩？哈，大家都不卡，閒冇事做，哈，就做一條瑜伽動作哈，就做瑜伽動作，然後你嘅舒張佢安尼轉過來，哈，平常係唔係安尼，哈，然後佢安尼轉過來，哈。做安尼手腕、手肘，好，全部都轉到，好，個邊個轉來。你看哦，你看一當簡單的動作啊，哈，你看一知道一當簡單的動作。你專業呢，你會知道，好，安尼卡的，有冇？你說啊，旋轉哦，專業也沒有旋轉，也沒有旋轉，也全部冇旋轉。同志們有，啊，老人講，因為老師老人講，你老佢轉到旋轉嘢哈，就係有做到，有用心。好，佢說唔專業，唔好講講。哎呀，老師我做安尼旋轉嘅時候，安尼我做錯也唔錯，所以要旋轉真會要錯。你假使講完全冇感覺，冇可能。好，佢說唔講哈，平常係咪安尼姿勢，一個姿勢一個方向。好，做瑜伽呢就按樣反地心引力，反方向。好，佢說反過轉來，好，不用安尼。數平常閒，冇可能會安尼轉咩？怎麼？做瑜伽的時候，怎會按用心一個一個的動作？好，唔是一日花個10分鐘、5分鐘，好就會幫人帶來健康。有冇？咱來轉啊，聽聽呢哈，最後呢配合呼吸，好吸氣，好，然後讓個呼吸，讓個氧氣送到讓個舒張，
好，搁转来，搁不用强松，好，吸气，好，转一下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好，搁转来，好，你假使有一个鼻液呀，哈，有一个某个东西，你不用等，你看啊，树长个树，个东西会跌下来嘛，会倒退嘛，就表示讲哦，人个树长搁树完迄动生发的哈，唔会有问题。我说，乡亲朋友，向下走啊，有向下走嘛，你向下走就会有得到好处哦，就会有利益哦。好，不用等，好，不用强松。你假使讲喺吃到神元的时候，我记得哦，甩一甩，不用强松，各种耶稣讲按姿势哦，按姿势，哈，你本来训练哈，还会引来一本引来引好用，你身体啊，用到白色咩，单数些，两只数有嘛，好，不用。好，两招数也还有挑战的哦，还加强型呢。好，不用来，不用强松哈。好，吸气，不用强松，按姿势。你手本来用按倒，本引来引健康，不用强松。吸气，好转哦，转手掌，转过来。你假使讲两招数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多一招数一招数听听呢。你讲转都要按来转一下，转手掌。好，那转手腕、手掌转过来，好，慢慢的松到后背，松出去，好，然后飙出来，好，带到前面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你就自然呼吸哦，自然呼吸，你就是看玩游戏一样没？好，你不用等一只手插鼻也不用等来，好，按你胸啊，按你转，动身圆呢，按你动身圆，唔好看按简单咯，哈，嘿，玉梅老师当你就会练呀。简单的动作，简单做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好，就会本带来健康。你作业哈，面带微笑哦，按姿势，谢谢，好，慢慢转一下，哦，按你，卡多了，吃到有酸的，停一下，给飙出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两个手掌啊，手掌手腕哈，假使讲，散发起，你慢慢的，你做哪个运动，站起来，手站起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手站起来，不用强松，你就会知道讲，哦，手动散发，好，你做哪个运动，你跳舞，你散步，好，你这身体你就可以保持的动好的动散发的这样的，这样的状态。我说呢，关键是所有运动的精华和重点。好，因为老师呢，还带这样的按摩棒。好，你看哦，假使讲你啊，人手掌哈，酸软的时候啊，你就不用等哈，你可以擦一些乳液啊，也系安尼。麻油要做的呢，麻油、橄榄油吼，对人的皮肤啊，对关节要动吼，你就不用对，也系用印度老师教的。中医生哦，佢用针灸的方式哈，你吃到酸软酸痛时候哈，就去参与那个针灸用嘛哈，针灸哈酸哈，安尼落去也没同样啊哈，安尼唔有网球做，就去乜个方法对身体好，你就做行的哈。乡亲朋友，你出去我背逛街啊，你看到一下我背啊，当多人买嘅按摩棒呢，系梳头的啦哈，嗰个筒子咪做得啦。我还有个安尼血液筒子摩铁的哦，有血液筒子没做的，好，你说安尼哈，也关节的也安尼交接所在哈，关节的地方有冇？你就拿起安尼哈，好安尼，你看有个缝的咩？个缝的哈，就迄个气血唔会淤塞啦，你这缝的意思咧，就迄气血气脉必通过啦，好，这安尼慢慢的，对自己的身体哈有耐心。对自己身体哈有爱心哈，其实不能用到帮人哈，也手掌的动作就做到呀咯。乡亲朋友记得咯，当然做哦，就会帮你带来健康，安子噻。